基甸污水处理厂呢，因为风台天呢，污水抽水量增加，结果煞白讲厂区内水呢一直冲出来，淹到边仔人家厝，地区差不多有30户出现淹水情形，最上悬的是淹到有的所在。高雄基甸污水处理厂内底水，就亲像喷泉共款，一直溢出来。水实在真大港，无偌久，规条路就拢积水，车路变水路。太扯了吧！好扯，都不是下雨的。居民看到这个情形，拢讲起，因为这一大把久，水都淹起来到腰部遮悬。垃圾水淹入人家厝，除了家具浸水，厝内阁臭烘烘。规口罩，有人负责养水，有人负责摒扫，无用气气，受气阁无奈。即马个淹偌悬？讲淹到真悬啊！正开始是晓的啊。水淹了遮紧，大家拢未好反应。有人看到水淹这型的，先走则讲。啊，伊搁变就变个啊，无变就不要紧嘛，进来。唔是天灾啊，天灾咱就无话讲，有污水臭啊干。阮透早来，阮就伫遐变干诶，我都在尝试摇派呀。大概半夜3点我们就撤退了，就撤走了，没办法。哦。因为今天到腰部这边了。有史以来说在没有淹过这么高，很明显是人为的因素。高雄基甸污水处理厂昨暝发生着管线崩溃的状况，地区超有30回民体受到影响。不像过去积水的水那么干净，而且就是有一阵恶臭。好，那后续的环境的消毒要请卫生所。压力管在中途爆管，所以整个水漫过我们污水处理厂，然后溢流到中州2路，那流到对面这边。我们现在就是在帮居民做善后的动作。风台大那时无对基甸地区造成威胁，也毋过说因为污水厂的管线崩溃造成淹水，互居民料伤未够。即摆水利局也已经派人来到3天，未来双方卖针对这件代志协调相关的赔偿问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